最近要去泰国的旅客就要特别注意咯。这泰国的万国航空执事宣布讲，9月、10月会请这旅客上飞机进前就要先绑体重，讲是为着这飞行安全。就专家表示讲，进前旅客去到柜台报到的时阵，地勤人员会看这旅客形体差不多是偌重安排座位。啊，若网络选位时阵，为着这飞行机的病房，有一寡所在是无开放互人选位。泰国万国航空则是公布，为了遵守国际民航组织 ICAO 飞行安全的标准，伫9月、10月针对旅客甲行李称重，表示除了行李，旅客登机前拢爱称重。除了万国航空以外，包含大韩航空、纽西兰航空，其实拢有实施伫部分时段，请旅客登机前爱量体重。原因就是为了计算飞机起飞时阵的重量。其中大韩航空也声明，旅客有权拒绝。如果是对那个大众运输是有益的，我会觉得就是比较大体上的考量，我是可以配合。可以啊，让他们自己决定啊，看航空公司看怎样决定，我们配合就好了啊。根据外电报道，国际航空公司请旅客量体重是避免飞机再上重，有助飞行安全甲效率。这些数据拢会保守秘密。航空公司希望旅客一当配合。航空专家也讲，国际民航组织有明确的规范，无共机型的载重，其实地勤人员拢会伫旅客报到时阵，用目睭看来安排旅客的座位。这个做法已经实施真侪年啊。通常大部分都用作目测来处理这些相关的载重平衡的配置，但是因为近期油料上升，而且出国的旅客日渐增加，所以开始会有实地的用体重机来量体重或课征肥胖税。专家分析，部分美国籍航空甚至无允准乘客自由选位，用位位来平衡机舱的重量。美国交通主管机关也以安全理由认同这个做法。但是咱国际航空是毋是原来会安尼做？要求乘客都爱量体重。华航甲中营拢表示会定期配合国际民航单位进行旅客标准重量的评估作业，来确保飞安。记者综合报道。